以賽亞書第17章，論大馬色的默示。看哪，大馬色已被廢棄，不再為城，必變作亂堆。阿羅珥的城邑已被撇棄，必成為牧羊之處，羊在那裏躺臥，無人驚嚇。以法蓮不再有保障，大馬色不再有國權，亞蘭所剩下的，必像以色列人的榮耀消滅一樣。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。到那日，雅各的榮耀必致梟薄，他肥胖的身體必漸瘦弱，就必像收割的人收斂禾稼，用手割取穗子，又像人在利乏音谷拾取遺落的穗子。其間所剩下的不多，好像人打橄欖樹，在準上的枝梢上只剩兩三個果子，在多果樹的旁枝上只剩四五個果子。這是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說的。當那日，人必仰望做他們的主，眼目重看以色列的聖者。他們必不仰望祭壇，就是自己手所築的，也不重看自己指頭所作的，無論是木偶，是日像。在那日，他們的堅固城必像樹林中和山頂上所撇棄的地方，就是從前在以色列人面前被人撇棄的。這樣，地就荒涼了，因你忘記救你的神，不紀念你能力的磐石。所以你栽上佳美的樹秧子，插上異樣的栽子。栽種的日子，你周圍圈上籬笆，又到早晨使你所種的開花。但在愁苦極其傷痛的日子，所收割的都飛去了。哀，多民鬨嚷，好像海浪匉訇；列邦奔騰，好像猛水滔滔。列邦奔騰，好像多水滔滔。但神斥責他們，他們就遠遠逃避，又被追趕，如同山上的風前糠，又如暴風前的旋風土。到晚上有驚嚇，未到早晨，他們就沒有了。這是擄掠我們之人所得的分，是搶奪我們之人的報應。